歡迎翻到學定先嘅 channel，咁多位學仔 ，OK， 又係我林峰 Sir 啦 ，OK， 嗱，今日咧喺講我哋嘅課題之前啦，同大家講少嘢先。如果你係 through 緊學定先呢個 channel 睇呢一條片嘅話咧，你冇去錯地方啦。但係如果你係話唔係，我睇緊呢個 channel 唔係叫居高臨學嘅咩？點解你講學定先嘅 ？OK， 其實咁樣講啦，其實林峰 Sir 而家有兩個 channel 嘅 ，OK， 一個叫居高臨學啦，一個叫學定先 ，OK。咁如果你有居高臨學觀眾，我都希望你幫一幫我手，去到訂閱翻我新 channel 學定先呢個 channel 入面啦 ，OK。點解咧？因為嚟緊我影片我會將佢兩邊同時更新，但係你話數學科主力嘅影片嘅時候，我會放得比較多少落去學定先嗰邊咁樣嘅，係啦，因為始終一個新 channel 嘅時候，我會想擺多少少多元化，因為我除咗去到拍攝一啲叫課題教學片之外咧，其實學定先嗰邊咧，我都會想去到開始拍多少唔同關於啲考試心態啊，或者一啲叫學習態度，甚至乎我嘅一啲叫大意錯、大頭蝦嘅位置點樣處理嘅影片，去教翻晒大家。咁當然啦，你如果想夠支持居高臨學，當然冇問題嘅，多謝大家支持先 ，OK， like 條影片。subscribe 條我嘅 channel，OK， 我兩個 channel， 咁然後幫我得閒就 share 俾朋友仔睇啦 ，OK， 咁希望我條影片幫到更加多人啦。好，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課題。OK， 好啦，4年班同學仔，今日主要想同大家去到講解翻三樣嘢嘅。第一樣嘢會係關於叫做弱簡嘅位置，第二樣嘢叫做分數進位，咁第三樣嘢應該都估得到啦，就係叫分數嘅借位啦，冇錯 ，OK。因為如果你睇開我影片的話咧，應該上嗰兩條影片咧就教緊大家點樣做啲分數嘅轉換啦 ，OK， 同埋分數嘅判斷啦 ，OK。咁今日時候教嘅內容咧會比較高階少少嘅，因為呢個咩弱簡啊、咩進位啊、咩借位，其實唔單止4年班會有用噶，我哋用到去5年班都有用 ，OK。即使係今年去到9月份時候5年班開學的話咧，老師教嘅二分母加減法、空分母嗰制咧，其實都關而家今堂所講嘅嘢事噶。咁所以有時候大家唔該留心聽翻實啦 ，OK。今日我會用一個叫做超級大嘅嘴巴去同大家去講解翻晒所有嘅內容 ，OK。咁所以大家唔該你記住擘大個口同埋擘大隻眼睇清楚我所講嘅所有嘢啦，得唔得 ？OK。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就嚟開始今日嘅重點先 ，OK。到底乜東東係弱簡咧 ？OK， 拎張紙出嚟，我哋一齊抄筆記 ，OK。嗱，好簡單一樣嘢先，我哋之前學過一樣叫亢分弱分啦，係咪？嗱，咩叫亢分？咩叫弱分咧？我哋由最基本嘢開始講一講先。Let's say 叫做4%。我想問啦，佢會等於2分之幾？學仔有冇估到啊 ？OK， 有同學仔會話阿 Sir， 我知道 ，OK， 好簡單啫，係咪啊？8變咗做2啊嘛，咁佢咪即係話8縮細咗4倍，咁然後阿仔都要縮細翻4倍，咁咪即係4除4答案等於1咯。好，林峰 Sir 啱啱啊 ，OK， 好，係冇錯噶，同學仔 ，OK， 阿豬仔同學今次做得啱噶啦 ，OK， 點解咧？因為其實呢一個所謂嘅亢分弱分應該講過好多次啊，就係話我哋關於一個叫倍數關係嘅。嗱，咁呢啲會比較簡單少少，點解咧？因為你考試嘅時候你要望得到而家個分母縮細幾多倍，個分子又縮細幾多倍，跟住一齊做嘅啫 ，OK， 即係佢縮細，咁咪縮細咯，咁阿媽放大嘅時候，阿仔咪一齊放大咯 ，OK， 咁呢個好簡單啫，係咪？你係可以根據個 pattern 去估得到嘅，但係咩叫弱簡咧？弱簡嘅意思即是話啦，佢冇一個任何貼士俾你，佢就咁俾個分數俾你，要你去到寫翻答案出嚟。吓，咁即係點啊 ？OK， 嗱，左邊話阿媽話除咗4倍係咪？除4啦，阿仔自不然跟住除4啦，係咪？你有跟住 pattern 噶嘛？咁你冇得跟，咁即係點啊 ？OK， 諗唔明 OK， 好啦，望住我哋弱簡咧，永遠要4個數字去諗嘅。2、3、5、7，有冇同仔認得啲咩嚟㗎？係啦，呢啲係我哋所謂嘅質數，刪低佢。OK，呢個係我哋所謂嘅質數啦。你當佢好似做緊短除法咁樣啦。記得嗰時學短除法點樣做㗎？就話畫個 L 型出嚟，咁兩個數字咧就揾下啲咩啊？又係用2、3、5、7啊嘛。有冇數字要將佢兩個同時除得盡啊嘛？係咪？而家做嘅其實同呢仔係一模一樣，只不過我哋唔再用短除法嘅方法去做啦。我哋做緊啲咩咧？我哋就將佢兩個上下同時縮細。你要揾一個數字，問自己，喂，我會唔會可以將佢兩個上下同時除得盡？咁我攞啲咩數字去試啊？嗱，我成日同大家講就係話，好多同學仔話咩考試唔知由邊度做起，冇方法，係咪？冇規矩跟，而家俾規矩你跟啦。聽住，我哋會係點樣咧？根據翻呢個叫做2、3、5、7嘅數字去試。第一樣嘢試咗阿2先，問自己8除唔除到2？已除到喎，係咪識得寫落去 ？No。問埋自己12除唔除到2？
除到喎，咁我哋就會去到除一次。OK， 我哋而家唔用除嘅字眼啦，會叫約一次啦。咁所以8約咗2之後咧，就得翻4啦。12 OK 約咗2之後咧，就得翻6啦。好啦，咁有冇得再做落去啊？嗱，記住同短除話一樣點啊，係要除到最盡為止噶嘛。嗱，我當我拆咗呢嚿嘢啦，你又諗下，我哋有冇得再做？係啦，因為4同埋6嘅時候都係可以俾2再整除噶嘛，變成做2同3，咁相同概念，唔好呢樣嘢推走佢啦。我哋望翻住呢邊，4同6係咪都可以俾2整除？係，咁所以就要再約多次，咁樣為之叫做約完。點解叫做約完咗呢？因為而家呢嚿嘢3同2好明顯，你仲可唔可以俾2約揀啊？唔可以啦，2唔得，下一個3都擺明唔得啦。5，喂，大過晒佢兩個都冇可能噶啦，咁7更加唔使睇。咁呢個就為之做完啦，當叫2/3，明唔明白？呢個就會叫做約至最簡。其實約簡嘅意思即係簡話係叫約至最簡，即係話你唔能夠就話阿 Sir 我踩一次未算咯，約一次未算咯，剩低嗰次就由佢啦。OK， 唔可以由佢噶，得唔得？我哋係要約到最盡為止，冇得再約為止啊，得唔得？所以堂仔你記住呢一個概念。好啦，俾多例子俾你睇，let's say 呢個叫做30/25啦。好，我哋頭先講過約簡用啲咩數字做約簡噶？Yes， 2、3、5、7 OK， 寫低佢。每次做嘅時候唔該頭頂寫一次先，因為我哋跟住呢4個數字去試啊。第一樣嘢，諗一諗個2得唔得先啦。OK， 25同30可唔可以俾2整除？諗下25除2，咦，已經唔得咯，但30得，一個得，一個唔得，要唔要？唔要。OK， 我哋唔會用個2去試啦。跟住試下3啊，一樣30除到3，但係25除唔除到3？除唔到。OK， 咁所以都唔可以啦。跟住就試下5啦。OK， 跟住就會5×5=25，跟住5×6中30，咦，係咪一樣啊？係啦，今次幸運兒就用下5啦。明唔明白堂仔？點解我要你頭頂寫翻2、3、5、7嘅概念啊？就係因為我想你有個 pattern 跟住做啊。哦，原來我試完阿2唔得，踩咗佢；阿3唔得，踩咗佢，咁咪試下5咯。好多堂仔成日話約簡唔知用咩約 OK， 就係因為你冇數字跟啊嘛。咁而家你寫個數字出嚟嘅時候，咁你咪有得跟咯，你咪有辦法去到做得到約簡咯，明唔明白 ？OK， 咁所以要跟翻住呢個2、3、5、7去處理。咁好啦，5同6都好明顯，仲可唔可以再約？唔可以啦，咁答案就會叫做咩啊？係啦，5/6。咁約簡位置就係咁多。咁記住啦，約簡呢一 part，我哋講緊嘅係，聽住大嘴巴又嚟啦。OK， 我哋講緊嘅係喺由而家呢一刻開始，你學識咗約簡嘅呢一刻開始，我哋之後嘅任何份數嘅題目，你嘅答案都一定要做約簡。如果你唔約簡嘅話咧，就一定俾老師當你錯噶啦。知唔知道 ？OK， 咁我舉個例子啦，即係我上堂都同啲堂仔咁講噶啦。喂，咩叫做唔約簡啊？例如話咩啊？你每朝頭早起身，一定會做啲咩啊？刷牙。你刷牙時候會點樣噶？刷成口都係泡噶嘛，係咪？到最尾做啲乜嘢啊？係啦，啷口啊嘛，得唔得？你唔啷口嘅時候點啊？你會成口白泡嘅。你會唔會有人試喺翻學嘅時候唔啷口，跟住成口泡口啊？老師點查嘅？哇，陳小明做咩嘔白泡啊 ？OK， 我冇嘔白泡啊，我冇啷口啫。你唔會咁樣翻學噶嘛，係咪？咁相同概念，咁同你計份數一樣啦，計到最尾唔使人提你都好噶啦，你都要知道係一定要約簡，每一次自己唔記得約簡嘅時候就笑自己一次，咁即係點啊？即係聽日我要嘔白泡翻學啦，唔會咁做噶，知唔知道堂仔？所以唔該記翻入腦啦 ，OK？好，咁啊，約簡係咁多啦，跟住講多少少嘢啫。下面就係加法同埋減法啦。OK， 好簡單啫。好啦，嗱，同學仔，我哋想講條份數加法啫。點解無得講份數加法咧？因為入面原來會有少少位置大家卡住咗噶。OK， 嗱，成日大家話咗你做數冇步驟冇次序跟啊嘛，得，而家我俾次序俾你，抄低佢。永遠做份數，不論加法，不論減法都好，甚至乎去到5年班學咩2分冇加法都好，都係同一個步驟。第一步，我哋會先處理咗份數嘅位置，即係咧，say 啲叫5%加7%先，整數完全唔好睇佢，得唔得 ？OK， 好啦，照加落去，5加7就叫幾多？叫做12啦。跟住第二步，好啦，我先再處理翻一個叫做整數嘅位置，2加3係幾多啊？5咯，咁所以答案就叫5又12%。做完未，同學仔？
阿 Sir 我知，肯定係未約揀啦，係咪啊？要將8同12做翻約揀，啱唔啱啊？林峰時 ，OK， 啱唔啱啫 ？OK， 我話未約揀啊嘛，咁都好明顯地同學仔啲嘛，梗係唔啱啦 ，OK。同學仔唔好再錯啦，再錯我就頂唔住啦。咁啊，G 仔就成功換咗封 B 出嚟一次啦 ，OK， 跟住就頂唔住噶啦 ，OK， 咁梗係唔係約揀啦？喂，而家個問題唔係約唔約揀咁簡單啊，而係你好明顯地見到呢個一個乜嘢分數啊？假分數嚟噶嘛，右手邊係 OK， 我哋講過大分數右手邊嘅分數部分必定係咩啊？係真分數，我哋唔可以有假分數，所以唔該，我哋第3步就係點啊？要去 check 翻。有冇假分數嘅存在？如果有的話咧，就唔該處理咗佢先。我哋做咗動作嘅叫做分數嘅進位，如果有就做分數進位。咁點樣做進位啊？同學仔，嗱，呢個位置好簡單啫，我哋就會去到睇翻啦。咦，咩叫做12份啊？你本身一塊 pizza 你分開咗幾多份㗎？8份，嗱，你揼咗4份出嚟變咗12份咯。咁即係話我應該將佢其中嘅8份執翻落去變咗做一個完整嘅 pizza 啊嘛，係咪？咁所以啦，我就會喺呢12份面減走分母嘅數量，抽翻走8份先，將佢擺翻落盒度砌翻咗一個靚仔嘅 pizza。然後我嘅整數味唔單止得5份完整咯，我額外多咗1份噶嘛，咁咪加翻1咯。我呢度嘅減8同呢個嘅加1係對等噶，我呢邊抽走8份出嚟砌一個 pizza。我就砌翻嗰一個 pizza 放翻落去左手邊嗰度，咁所以啦就會令到佢變身變咗做6又4%，明唔明白？咁而啱啱我所講嘅呢一個動作就係分數嘅進位。OK， 我哋俾個口訣俾佢，先抄低佢啦。我哋會係分子減分母，減分母意思即係將嗰一嚿嘢抽翻出嚟先 ，OK， 然後再整數去到加1。分子減分母，然後整數加呢2嚿，你記住係對等噶。咁所以啦，然後我哋再將佢去到 OK 約翻揀啦。OK， 頭先講嘅約揀就係最尾一步先處理噶。咁4同8個用翻咩啊？2、3、5、7去試啦。嗱，唔好同我講話咩用咩4啊嗰啲，4係可以嘅，但係唔該你啱啱初學嘅時候唔好心急。你習慣咗用4用6咧，你冇個規矩冇數字跟，你話你好容易做錯同學，知唔知道？所以唔好用住。用2、3、5、7先，我寧願你約多1、2次，麻煩少少，但起碼你唔會約漏嘢，同埋你起碼有個 pattern 去跟，你會舒服好多。咁啊2得2啦，2如4啦，2、4如8，我哋再嚟啦，2得2，2如4，但我變做6又1/2。咁呢一個就會叫做成個分數加法嘅步驟，同學仔明唔明白？所以同學仔唔該記住啦，我哋呢個嘅分數加法，如果牽涉到答案太大啲話，就做翻分數進位，同埋記住多一句啦。啱啱講過話咩啊？加法好減法又好，乜嘢題目都好，答案總之關分數事嘅都要做約揀。好，last 啦一個例子啦，講埋佢就完噶啦。好啦，我哋望翻住啱啱所講嘅次序先。第一步做啲乜嘢先？先處理分數嘅位置，7/2、7/5。我想問可唔可以減到佢？擺明減唔到啦，係咪？咁所以點解話要處理分數先啊？就係因為你而家分數搞唔掂嘅時候，你又可以揾隔離嗰人幫手，揾阿生幫手嘛，係咪？如果你話啊唔係嘅，好似衰豬咁樣，哇喺一嚟街係唔係做分數啦？你都傻傻地嘅，OK？你翻火星耕田啦，我一嚟街做整數啦，3減2係1，跟住好啦，7/2減7/5，咦死啦，唔夠減添，點算呢 ？OK， 好啦。咁所以呢個咪會撞板咯，所以唔好做整數先，做咗分數先。好啦，咁我哋而家唔夠減點算啊？就要做一動作叫分數嘅借位。咁所以點樣做借位啊？你當而家就係阿仔唔夠人打減點算啊？揾阿媽幫手咯，係咪？阿媽救命啊！我俾人蝦好啊 ，OK， 咁點算啊？揾佢借咯，借個人嚟幫手啊，借1俾佢啦。嗱，我哋唔會借晒3份出去嘅。成日講個例子就係話啦，喂，你翻學冇帶筆都好，你問你隔離位同學仔借幾多支筆啊？借1支筆噶嘛？你唔同佢講，喂，我冇帶筆啊，借成個筆攞嚟啊！你唔會成個筆都攞咗人哋去噶嘛？借人哋1支筆、1嚿擦膠，乜都夠啦，係咪？啊，你冇錢搭車，咪借1張20蚊紙夠啦啩？你會問佢，喂，唔該，借20萬嚟啊佢，你借成副身家打去搭車，你打個咩車嚟啊佢？所以記住呢度係借1先，跟住好啦，我就將嗰1份切開幾多份？切開7份，但係因為本身已經有2份啊嘛，係咪？所以我就要將嗰7份加翻原本嗰2份，令到佢變成做2又9/7，咁樣去做減法，明唔明白？
你記住我成個份數進位又好，借位也好，呢兩個動作咧，我哋係冇影響到任何數值噶，我純粹嘅寫法唔同咗啫。嗱，唔好一句變晒做咩假份數就算啦，冇人變晒假份數。啱啱個概念就係話你問借筆借一支啫，借一唔會借晒。到最尾啦，你就可以計啦。咁而家9同埋5夠減未啊？夠減啦，咁咪以4/4咯。跟住好啦，2減2就冇嘢做完，但我就叫4/7，明唔明白？所以寫翻低佢啦。份數借位嘅時候啦，都一樣有口訣，只不過調翻轉啫。今次就喺整數度借咗1先啦，然後就可以做翻分子加分母啦。咁呢個就成個份數借位嘅概念啦。好嗱，同學仔咁基本上咧，今日嘅位置就係咁多啦。OK，咁啊，希望呢條影片幫大家啦。OK，我重溫少少嘢啫，最後總結俾多1分鐘我。OK，嗱，我一開頭我講咗咩叫做約揀噶啦。記住約揀概念係非常之緊要，我哋玩緊嘅唔單止係今年會去到用到啦，去到5年班嘅時候份數加減法2分母嗰隻咧都會用得到噶，甚至乎5年班學緊嘅所謂份數乘同除，原來都關約揀事。咁但係出年先話你知點解啦。咁跟住再落到去下面嘅時候，份數嘅加法減法，原來當中牽涉到份數嘅進位同埋借位。咁呢啲位置嘅時候咧，都會考試時必定會出現嘅位置啦。我知道好多學生話唔識做進借位啊，口訣俾埋你噶啦，背翻個口訣。嗱，兩個口訣一模一樣咁滯啊，你記啦，調翻轉啫嘛，你背翻熟佢，用翻出嚟就可以噶啦。咁希望呢影片幫到大家啦，得唔得 ？OK，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OK，咁我係林峰 Sir。OK，多謝幫我 like 同 subscribe，OK 條我嘅 channel 啦。OK，咁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OK，好，冇問題嘅話，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